墨西哥頭號毒梟奧塞格拉遭到軍方擊殺，當地爆發暴力浪潮，多間北美航空公司取消幾十班航班，大批美國以及加拿大旅客滯留。美國國務院以及加拿大全球事務部呼籲身處有關地區嘅國民就地避險。墨西哥哈里斯科州旅遊城市巴亞爾塔港同多個城鎮陷入混亂。販毒集團哈里斯科州新生代首領奧塞格拉星期日喺軍方拘捕行動中死亡。販毒集團其後報復，封鎖多個州嘅高速公路，襲擊軍方基地，並且縱火焚燒汽車、商鋪同油站。We don't know if we're safe. We don't know if they're going to cancel the flight and we're going to let it go. How safe is inside the airplane? 梅迪納喺機場見到大量濃煙，佢最終成功返美國，但冇幾耐之後，航空公司已經暫停往返當地航班。I feel safe now, but I'm still shaking because I can't believe this has happened to us. 有身處當地度假村嘅旅客被告知，酒店實施封鎖措施，住客不得離開。So we read that the National Police in Puerto Vallarta had recommended that tourists in hotels barricade their doors so that overnight. So that gave us a little bit of a scare. We had to find something to jam the door, but they could have gotten through the window. 美國國務院開通一條24小時危機熱線，為受影響嘅美國公民提供協助，並且喺星期一再度發布安全警告，繼續敦促身處墨西哥各地嘅美國人就地避險。加拿大外長阿南德話：目前大約有26,000加拿大人身處墨西哥。佢引述墨西哥當局嘅講法話，預計未來幾日局勢有望恢復正常，並且強調凡接獲留喺住所內避險通知嘅加拿大人應該繼續聽從指示。另外，美國總統特朗普話，墨西哥應該加大打擊販毒集團同毒品嘅力度。路透社引述美國國防部官員報道，由美軍主導，專門負責販毒集團情報收集嘅特遣部隊，參與咗擊斃毒梟奧塞格拉嘅突襲行動。墨西哥總統辛巴姆話，行動由本國軍方執行，唔涉及美軍，華府機構只係提供情報支援。